玻璃書房，可以延伸嘅木餐台，由2間房打通而成嘅主人房。今次介紹嘅單位667平方尺，係一位女戶主同埋寵物一齊居住。整體戶主要求嘅設計風格都係比較簡約舒適為主啦。咁所以我哋喺顏色方面呢，家私就用咗木色為主調，再配搭翻白色同淺灰色去襯托翻成個空間，就個色調就保持翻一個平衡感啦，令到成個空間柔和同埋 warm 啲、soft 啲啦。由於戶主有養貓，地下用咗石塑地板，特性較一般嘅地板耐刮耐磨。而戶主得閒嘅時候，亦都中意宴請朋友，所以飯廳亦都用咗一張可以延伸嘅餐台，用嚟招呼客人。咁原本我哋上嚟度尺嘅時候，咁佢個廚房就好大嘅，咁但係佢都唔需要咁大嘅廚房空間啦，咁所以佢就將廚房劃分咗少少空間去俾工人房，由原本嘅一次間隔改咗2次啦，咁有翻個客廁去放翻啲客人去使用，同埋日後佢都有機會係會請工人姐姐嘅，咁所以個客廁都會放翻俾工人姐姐去使用咯。單位原則有4條橫梁，分佈喺客飯廳、主人房同埋書房。你可以見到我哋家私係用上 part 部分係用咗白色去追翻平橫梁嘅顏色，咁就令到成個空間拉闊咗，做咗個延伸性去隱藏咗條橫梁。戶主經常在家工作，所以對書房提出咗特別嘅要求。設計要求就係想空間開揚寬敞啦，咁所以就將舊有嘅睡房間隔嘅物料改咗做玻璃間隔啦，咁令到成個客廳開揚通透啲，就放翻佢 Zoom meeting 嘅時候，保持翻一個寧靜啲嘅環境之餘，亦都可以望出廳嘅情況，可以見到貓貓嘅一舉一動咯。戶主希望保持客廳寬敞整潔，所以將原則嘅2間睡房打通，並設有大型嘅收納櫃擺放雜物。而原本嘅洗手間亦都納入咗新主人房嘅一部分。主人套廁可以方便女戶主日常梳洗，同埋分開咗客廁嘅空間。而另一邊廂就係一個衣帽間，可以用作擺放手袋同埋飾物。